珠海嘅樓價接落嚟係會升定係會跌呢？如果你呢段時間啱好考慮買樓，舉棋不定嘅話，不妨停落嚟幾分鐘，聽我同你講下當下珠海樓市最真實嘅一個情況，相信對你一定有所幫助嘅。接落嚟呢，我通過3個層面同大家分析一下，我哋而家珠海房價中短期同埋長期一個走勢。任澤平曾經有講過啦，房價短期咧睇嘅係政策，中期咧睇嘅係土地，長期睇嘅係人口。咁珠海呢一座城市喺呢3方面嘅表現落嚟係點嘅呢？我哋先講下中短期咯。珠海目前二手房嘅掛牌量已經係超過6萬套，全市住宅嘅平均庫存咧已經係達到320萬平。所以講啊，你話珠海而家缺唔缺樓呢？可以講係一啲都唔缺。但係珠海而家缺嘅係乜嘢呢？我認為更多嘅係缺嗰種厚嘅樓盤。呢2-3年落嚟，珠海嘅房價係點走嘅呢？珠海而家有40%嘅新房啊！只要你呢2年去睇過啊，你就知道呢40%嘅新房係冇出現呢個調價嘅行為嘅。但係有剩低60%嘅新房呢，佢係跌價嘅，甚至乎呢喺度不斷嘅跌價。呢60%嘅新房呢，要麼呢佢就係開盤嘅口碑唔好，要麼呢佢就係產品設計已經係過時嘅，要麼呢就係以呢個銷量嚟補呢個工程量，或者講係一啲超高層嘅住宅呢一類樓呢，佢基本上都會跌價。然後二手房呢，啱好相反，珠海嘅二手房近2-3年有80%嘅房呢都喺度跌價，只有少少可憐20%嘅二手房呢係唔跌價嘅。只要你舊年去睇過嘅二手房，你今年你再去睇睇啦，你會發覺你舊年關注嗰啲小區係咪又跌價呢？呢20%唔跌價嘅二手房呢，可以講係屬於嗰種標杆嘅好樓啦。唔信嘅話，你可以去查一查最近嘅二手房嘅成交價，你就知啦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查呢個二手房嘅成交價嘅，亦都可以後台私信嘉興嘅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呢？點解呢段時間會出現二手房跌價嚴重呢種局面呢？可能平時有關注珠海樓市嘅朋友或者知道啊，因為珠海樓市呢幾年呢都喺度大規模更新換代。從舊年3月份新政落嚟之後推出嘅新小區呢，可以講可以做到100%嘅一個得房率啦，即係零公攤咯。仲有廣告日日喺度宣傳嘅第4代住宅等等。你話珠海1年一個產品快速咁更新迭代，大家同樣差唔多嘅價格，呢啲遲買嘅產品就係比早買嘅產品要更加好。珠海嗰啲扭到甩晒牙嘅二手房，佢可以唔跌價咩？所以從政策上面嚟講呢，市場上面有大量過時嘅二手房喺度兜緊底。對於未來產品更加好嗰種新房嚟講啊，呢種新房嘅價格會趨於更加的平穩。但係我想講嘅係啊，除咗政策方面嚟講嘅話，我哋更加要關注係呢個城市嘅人口。畢竟呢個地方有人佢先有需求，你樓係要有人先可以買價，所以佢先可以保住呢個價格，先可以做到唔跌價。但係我哋反過嚟睇啊，珠海而家總人口呢只有250萬啫，1700平方公里嘅土地，90%嘅承載化率對比隔籬深圳1900平方公里，但係呢2000萬人口同埋99%嘅承載化率嚟比呢，珠海一比啊，咁嘅人口真係少得可憐。但係我哋客觀上面嚟講呢，珠海的確係有比較大嘅發展空間嚟講，因為珠海嘅人口結構大部分呢都係20歲到55歲嘅青壯年為主，而且從最近5年嚟睇啊，珠海人口嘅增速呢基本上可以排到廣東省嘅前5名啦。當然有啲朋友睇嘅呢係出生率，仲有佢個出生人口，覺得珠海好似人口冇咩增長，但係我哋要知道人員佢係流動嘅，我哋仲係需要睇呢個遷入同埋遷出嘅具體情況。而且有好多朋友有個誤區啊，佢哋呢只會睇呢個城市嘅人口係多咗定係少咗，但係從來唔會睇呢個分化。我哋舉個例子嚟講啦，你講平沙呢個位置呢已經算係珠海非常之偏遠嘅地方啦。三灶呢靠近呢個金灣核心地帶航空新城，點解較遠嘅平沙佢個房價反而比靠近核心區嘅三灶呢邊更加堅挺呢？仲唔係因為平沙嘅人口比三灶更加之多，而且呢高欄港佢係創造咗金灣區大部分 GDP 嘅一個區域，所以平沙當地嘅購買力會更加之強，亦都等呢個地方嘅房價更加之堅挺。同樣嘅，你話日本30年嘅經濟寒冬，超老齡化嘅日本社會，點解東京嘅房價會持續11年不斷咁上漲呢？因為日本1.3億人嘅人口呢，入邊有3700人嘅人都喺東京嘅都市圈，幾乎1/3嘅人口都喺嗰度。所以總結落嚟啊，隨着珠海嘅產業升級做得越嚟越好，
咁人口只要越嚟越多，咁意味着房價止跌回穩嘅可能性會越嚟越大。咁接落嚟珠海嘅樓市啊，新房小區嘅產品呢，佢一定會越嚟越捲嘅。而冇咁好嘅二手房呢，或者大家可以再等一等。講咗咁多啊，我相信你對珠海樓市有一定嘅判斷。如果當下你係諗住喺珠海買樓嘅，但係唔了解珠海整體嘅發展狀況嘅話，可以右上角掃描嘉興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領取一份我總結嘅珠海買房白皮書，入邊有我哋大家知道嘅各個小區嘅底價，仲有大家關注嘅優缺點，包括邊啲板塊有潛力嘅，邊啲板塊係割韭菜嘅，仲有珠海各大熱銷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可以耐心睇完咯。相信睇完之後呢，對未來你喺珠海買樓一定有所幫助。最後記得 follow 嘉興嘅頻道。